大家好，我係番茄仔，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嘅影片。曾經橫掃時尚界嘅經典喜劇穿 Prada 的惡魔，唔經唔覺已經20年啦。今年原班人馬正式回歸，而且全面升級，更加多嘅靚衫，更加濃嘅火藥味，更加毒嘅對白。但係最緊要就係權力關係全面反轉。呢套戲驟眼睇，好多人會覺得只不過係一套普通嘅時裝片，係奢華嘅生活，甚至係一個打工仔升職記嘅故事。但係其實呢一個淨係佢嘅表面，呢一套戲真正講緊嘅從來唔係淨係時裝，係權力，而時裝只不過係佢最聰明、最迷惑人嘅包裝。一套用過百萬美金去買衫嘅電影，點解20年之後仲有人講？如果你準備睇《穿 Prada 的惡魔》第2集，你要首先明白一件事。第一集從來唔係一個普通嘅故事，佢係第一次將時裝界嘅內幕拆開俾你睇。以前嘅時裝世界係好神秘，講緊嘅係高級品牌、雜誌權威、名流圈，普通人係完全入唔到去。但係呢一套電影20年前做咗一件事，就係將呢一個秘密世界公開咗出嚟俾大家睇。喺講第2集之前，我哋好簡單咁樣回顧一下第一集嘅劇情先。Anne Hathaway 飾演嘅 Andy 係一個普通嘅記者，佢誤打誤撞走咗入去全世界最有影響力嘅時裝雜誌 Runway。佢嘅上司係Meryl Streep 飾演嘅 Miranda Priestly， 一個極度嚴格、近乎無情嘅權力人物。Andy 一開始係完全唔適應嘅，佢唔識咩係時裝，唔理解規則，唔認同佢嘅文化。但係慢慢佢被迫改變，吸咗入去呢個制度之後，開始變成另外一個人。如果你記得第一集嘅結局 ，Andy 喺最後一刻選擇放低一切，佢將電話抌落噴水池，離開 Runway， 離開 Miranda， 好似終於擺脫咗呢個高壓、冷酷、充滿權力鬥爭嘅世界。而 Miranda 最後只係淡淡一笑，佢冇阻止 Andy， 冇挽留佢，甚至好似一早已經估到有呢個結局。但其實呢一個表面上係一個逃離成功嘅故事，但係如果你再諗深一層 ，Andy 其實已經變咗，佢帶住喺 Runway 學到嘅一切離開，佢帶住價值觀、判斷力、對權力嘅理解去離開公司，但係佢帶唔走呢一個世界對佢已經產生嘅改變。而呢一個正正就係未完嘅問題，喺離開之後，你真係可以做翻原本嘅自己咩？呢一個就變成第2集嘅起點啦。喺第2集，隨住傳統雜誌開始式微，曾經無所不能嘅女魔頭 Miranda， 今次都要面對現實，連佢都要開始失去控制。而最戲劇性嘅係，當然俾佢操到極限嘅助理 Emily Blunt 飾演嘅 Emily 已經完全大翻身，佢成為國際品牌高層，掌握關鍵資金，控制住廣告嘅命脈，即係話以前俾你控制嘅人，而家反而控制翻你。而至於另一邊 Anne Hathaway 飾演嘅 Andy， 佢以全新身份去回歸 Runway， 成為專題編輯，佢有地位有話語權，但係問題嚟啦，佢仲係咪當年嗰個 Andy 呢？定係已經變成另外一個 Miranda？ 面對舊上司，到底佢會幫定係會對抗？上一集係逃離權力，而今集就係重新面對權力。當所有嘅關係大反轉，你仲認唔認得自己？呢一套電影最吸引人嘅地方，莫過於主角用過或者出現過嘅名牌服裝 Prada、Chanel、Fendi， 一件嘅價格講緊閒閒地都要1萬蚊美金起跳，一對 Chanel 嘅 boots 起碼係要1500蚊美金，而一個訂製嘅手袋起碼係要4000蚊美金，而一 set 高級定製造型嘅衫係講緊幾萬蚊美金一套。而 Miranda 嘅成個造型全部都係用緊頂級品牌同埋定製嘅級別，包括 Fendi、Donna Karan 等等嘅高端系列。有一幕佢拋外套 montage， 單日嘅造型據傳就已經講緊係用咗幾十萬美金嘅級別服裝組合，所以重點唔係講緊一件衫，而係其實個主角每一次出場都係一個移動式嘅權力展示。呢套戲另外一個大嘅重點當然就係佢嘅時裝，件衫都閒閒地幾萬蚊。有一樣嘢好少人知，但係都係超級重要嘅幕後故事。其實點解呢套戲要用超過100萬美金去買衫呢？點解唔係品牌去贊助呢？正常情況，如果一套電影有咁多名牌，品牌係應該要搶住去借衫㗎，甚至係會免費提供添。但係呢一套戲20年前呢，幾乎冇人肯借，原因得一個，就係 Anna， 因為成個故事其實就係影射佢。Runway 嘅雜誌就係 Vogue 雜誌， Miranda 就係 Anna Wintour。而當時時裝界最大嘅權力核心就係 Vogue 呢本雜誌，結果全世界所有嘅設計師都驚得罪佢，驚會被封殺，驚會失去曝光嘅機會，所以都唔敢參與呢一套電影。甚至當時有報道指出，好多設計師連客串都唔敢做，而梅麗史翠普自己都有講過，冇人肯借衫俾佢哋。所以結果劇組要自己揾、自己買、自己去借人情，先至可以砌到成個時裝世界出嚟。換句話嚟講，呢一套戲嘅真實感係要真正用錢、關係同埋風
風險去換翻嚟嘅。但係最諷刺嘅係，當呢套電影成功之後，時裝界反而開始擁抱呢套電影，甚至成為入行嘅靈感，成為文化教材，成為時裝世界嘅入口。即係一套本來應該係被拒絕嘅電影，反而最後變咗時裝界嘅宣傳。講到呢一度，可能你會問嘅就係，到底 Miranda Priestly 呢個角色嘅造型係嚟自邊度呢？當然最直接嘅答案就係 Anna Wintour， 佢就係1988年去到2025年喺 Vogue 雜誌嘅總編輯，而小說作者呢個本身就係佢嘅前助理，所以成個故事其實係半自傳式嘅創作。但其實最有趣嘅係咩呢？就係 Meryl Streep 自己曾經有講過，佢其實唔係直接去模仿 Anna Wintour， 反而係混合咗兩個著名荷里活大導演 Mike Nichols 同埋 Clint Eastwood 奇連伊士活嘅結合體。Mike Nichols 代表嘅係表面幽默，語氣輕描淡寫，但其實句句都係權力，即係話你會覺得佢講嘅嘢好好笑，但係咧你又唔夠膽唔聽。而奇連伊士活代表嘅係極度冷靜，佢永遠都唔會提高聲量，但係全場都要聽佢講，即係話佢講得越細聲，你就要越專心，你就越驚。Miranda 最恐怖嘅唔係鬧人，而係佢唔需要鬧你，佢都可以控制到你。所以 Miranda 唔係淨係代表一個人物咁簡單，佢係3種權力嘅融合。時裝權力、幽默控制、冷靜壓迫，而呢3樣嘢加埋就係 Miranda 嘅權力本身。其實穿 Prada 的惡魔同埋 Emily in Paris 之間有幾個好明顯嘅連結喺度。第一，兩套作品嘅時裝設計師都係嚟自同一個靈魂人物 Patricia Field 嘅手，所以你會見到大膽嘅配搭、強烈視覺風格同埋極強記憶點嘅造型。第二，兩套戲都有一個好相似嘅經典女上司角色 Miranda 同埋 Sylvie， 佢哋嘅共通點都係冷靜、有壓迫感、時尚至上、控制力極強，都係非常優雅但係好難搞嘅上司原型。而第三，無論兩套戲嘅主角 Andy 定係 Emily 都好，佢哋都係事業心強，啱啱入行要適應陌生文化，同埋上司要鬥耐心氣，佢哋都係一邊發展事業，一邊去揾自己嘅定位。而第四，雖然大家都係時裝劇，但係方向就好唔同啦。因為穿 Prada 的惡魔講緊嘅係整潔高級，行緊 editorial 嘅風格，而 Emily in Paris 係講緊玩味重，佢唔係追求一致同埋極度簡單，而係反而用多種嘅顏色圖案配搭去營造法式嘅時尚幻想感，係講緊更加誇張、更加夢幻嘅感覺。總括嚟講，穿 Prada 的惡魔係講緊權力同埋秩序，而 Emily in Paris 就係講緊風格同埋自由。講到時裝電影，其實穿 Prada 的惡魔唔係第一套，但係點解呢一套電影同其他嘅時裝電影咁唔同？其實之前已經有好多好成功嘅作品，例如叻女掌門人、Clueless、律政可人兒、Legally Blonde、Sex and the City 等等。呢幾套電影全部都好受歡迎，亦都對流行文化嘅影響好大，帶起呢個穿搭嘅潮流，建立起 iconic 嘅造型，令到觀眾覺得時裝就係等於個人風格。但係其實喺 Clueless 入面，時裝係青春嘅象徵，係角色個性嘅伸延，係一種我想點樣去表達自己嘅一個成長過程。而喺律政可人兒入面，時裝係一個反差嘅工具，用嚟證明我嘅外在唔等於我嘅內在，係一種自信同埋個人嘅分別，係講緊唔應該用一個人嘅外表去決定到底佢有幾成功，或者佢係一個點樣嘅人。而喺 Sex and the City 入面，時裝係生活態度，係情感嘅伸延，係一種都市女性嘅身份認同。但係去到穿 Prada 的惡魔就完全唔係同一個層次，佢唔係再問你中意着乜嘢，而係問緊你有冇呢個資格去着。喺呢一套電影入面，時裝唔再係一個個人嘅選擇，而係一種制度，係權力嘅語言，講緊嘅係階級標籤，係入場門檻，你着得啱唔啱先至係個重點，而唔係好唔好睇。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睇翻第一集嘅話，大家就可以留意時裝、價錢定係名牌，其實都唔係呢套戲嘅重點。真正嘅重點係邊一個有權去定義呢個價值，邊個有權去決定到底你係邊一個。當一件衫可以代表權力嘅時候，你以為你自己淨係着緊衫咁簡單？所以睇呢一套戲嘅時候，一定要記住，唔好淨係為咗去睇靚人靚衫，唔好淨係當佢係純粹嘅娛樂。你係應該要睇下呢一套戲表達出嚟嘅權力、階級、自我。正所謂人靠衣裝，你以為你喺度揀緊衫，其實係個世界揀緊你。你以為你變得更加好，其實你只係變得更加符合社會嘅潛規則。入場前俾個小貼士大家，呢一套電影唔係淨係講緊時裝，佢係講緊人係點樣一步一步被呢個權力遊戲塑造，亦都問緊一個問題，喺呢一個過程入面，你仲有冇可能可以做翻真正嘅自己？因為有時你要以為自己變得成熟咗，但係其實只係你學識咗點樣更加好咁樣去適應呢一個社會。最後大家記得留言講下自己嘅睇法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